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头家啦。咱做头家咧带员工的时，爱定甲因肯定学乐，互因有信心。学生，你真够听题呢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学乐。学乐汉字写做学乐，罗马字写做学乐乐。学第一条，乐第二条。学乐就是称赞宝的意思，甲学乐较外移的词有保守，保守就是用正面肯定的言语甲人学乐。头家，今仔日穿甲足缘投哦。多谢你的保守啦。甲学乐倒边的意思有口舌屁相，比如讲有的人讲话足爱甲人口舌。互人听着足无爽快，阮后生就袂安尼。伊上高讲话上实在，上得人听，对无？屁相有批评看人无的意思，像我细汉定互阮老爸骗书教无一块好，心内真艰苦。即马活我做人时大，就会尽量甲囡仔鼓励，莫甲因屁相。台语内底要甲人学乐的语词有真济，上接讲的是敖，用来学乐人有本事；强是勇壮、厉害的意思。顶真是咧讲人做代志认真、袂凊彩；面烂是讲人做代志专心、认真以外，搁坚持到底的精神。搁有一款咧甲人保，毋过搁淡薄仔咧甲人亏的话语。像学生最近考到研究所，真正是唔正高，搁正高哦。人拢爱人甲咱学乐，咱讲这叫做食饱，所以俗语讲相命无饱，食水就无。意思是讲相命先，若袂晓甲人去学乐，就无人会来互伊相命。安尼伊连趁通食水的钱拢无，这就是劝人爱加讲好话。溜、学乐、保守、口舌、屁相、顶真、面烂、唔正厚，搁正厚，相命无保，食水就无。大家拢做面烂咧学台语，咱甲家己拍破啊，学乐一个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